歡迎收聽收睇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三地聯播嘅特備節目《聯邦大選選戰論壇》。我係嚟自加拿大中文電台溫哥華嘅黃啟謙。今日咧好開心有兩位嘅拍檔啦，分別係嚟自卡加里嘅 FM 947嘅黃偉忠 Brian 喺度，另外咧亦都有嚟自多倫多嘅梁建恒 Lawrence 喺度嘅。兩位拍檔你好。你好，你好。今日我哋先講下呢一次嘅德國特備嘅節目啦，我哋最主要同大家關心下呢，就係我哋全國三地啊，包括溫哥華、卡加里同埋多倫多呢，我哋比較關注一啲議題啦。或者先我講下我哋溫哥華方面嘅呢邊嘅比較關注議題啦。相信呢有3個議題呢都係比較大家會關注嘅，當中呢可能會有一啲同其他唔同省份一啲比較重疊嘅一啲嘅議題啦，但係可能大家個出發點呢都有啲唔同嘅。喺我哋溫哥華方面呢，當然一個毒品嘅問題呢，亦都係我哋最關注嘅議題嚟嘅。相信喺我哋卑詩省呢，有一個毒品非刑事化嘅政策呢，係全國嘅首例啊！呢個嘅計劃呢，嚟到呢差唔多2/3度啦，出年呢就需要有一個檢討。咁啊，相信呢新一屆嘅聯邦政府呢，都要同我哋卑詩省方面呢去檢視下呢一個嘅政策嘅成效啊，或者之後係咪會繼續去延續呢一項嘅政策啦。另一方面呢，講到一個嘅房屋問題啦，我哋溫哥華啦，同埋相信可能多倫多方面呢，都係一個嘅大城市啊，我哋都面臨住一個房屋嘅短缺問題啦。譬如喺我哋電台所在嘅列治文市啦，或者係隔離溫哥華市咧，其實最近都見到好多啲嘅柏文單位嘅一啲興建啦，或者一啲收地嘅公告啦咁樣。咁啊，面對住呢一個房屋短缺啦，同埋我哋一路成日都講到話啲房租啊非常之貴啊，或者一啲樓價非常之貴啊咁見到咧就係呢一啲嘅聯邦嘅政黨咧，都喺今次選舉之中係提出咗一啲可以幫助大家上車嘅一啲嘅政策啦。喺呢方面咧，到底幫唔幫到我哋西岸方面呢？我哋稍後會討論到㗎。另外咧都講到一個嘅關稅戰啊，我哋面對住呢個嘅卑詩省咧出口好多一啲軟木材去到我哋譬如美國啊嘅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喺面對住呢一個嘅關稅戰嘅時候，大家點樣可以即係將我哋嘅卑詩省嘅軟木材嗰個嘅行業啦繼續咧係發展啦，或者同其他一啲貿易嘅夥伴去合作咧，相信呢3大嘅議題咧都係今次一啲聯邦大選咧大家好關注嘅議題啊。咁啊，不如將時間交俾阿 Brian 啦，講下即係今次亞省方面比較關心嘅議題啊。我哋 FM 947咧就喺卡加里啦，咁我哋都睇亞省嘅一啲狀況嘅。咁喺過去幾年啦，尤其是由 Danielle Smith 率領嘅聯合保守黨戴斯文咧，響上場之後咧，其實都立竿見影喺第1號法案咧，佢哋都用一個叫主權法啦。咁亦都分析認為咧，呢個係意味住亞省咧嗰個嘅矛頭係直指係聯邦政府㗎。咁所以過去幾年咧，儘管咧即係省有省面對嘅挑戰，但係好多時呢一啲挑戰都可以去用到喺聯邦嘅層面。尤其是我哋亞省嘅能源咧、天然資源咧比較豐厚，而且亦都有相當嘅歷史，有唔少嘅人才。咁明白到咧就係呢一個天然資源，尤其是原油啦、同埋天然氣等等啦，都係令到經濟發展個重要嘅火車頭嚟㗎。咁若果喺過去10年8載嚟講咧，亞省嘅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又或者亞省省民啊，有唔少嘅都喺個能源嘅業界裏邊咧就係工作咧，就係明白到每一次嘅原油波動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咧就係整個亞省嘅收入㗎。咁我哋可以睇到一啲端倪咧，喺去年啦呢一個嘅加拿大隊 Team Canada 嘅時候咧，戴斯文好明顯咧係有一啲另外嘅想法，咁所以就喺一個機會就去咗會見啦，就係當時未履新嘅特朗普啦。咁但係同時亦都有一啲嘅意思喺當中㗎。一直所講嘅能源究竟可唔可以走到去灰省，然後響東岸咧就係出口咧，又或者 Keystone XL 可唔可以落翻去南邊咧？咁第一屆特朗普上場嘅時候咧，佢係曾經表示係 Keystone XL 咧係有得傾㗎。不過拜登一上場第一個禮拜亦都係將呢一個嘅計劃咧就係取消。咁除咗原油啊、能源啊，對於就業啊，整體嚟講好多係骨牌效應㗎。另外一方面咧，呢一種嘅關係亦都可以突顯到咧係一個平衡嘅撥款啦 （equalization payment）。咁多年嚟咧，亞省都認為係有一定嘅不公平嘅出現。咁所以喺上一屆嘅省政府肯嚟咧，呢一位省長亦都係講會做一個叫 Fair Deal Panel。咁去到第2代啦，聯合保守黨戴斯文上場咧，亦都做咗一啲嘅工具，希望咧就係同聯邦政府咧有斡旋嘅機會㗎。
咁啊，喺另外一個嘅主權法背後，其實亦都隱藏住咧，就係會唔會有一個叫做民粹嘅情況？例如話我哋有亞省嘅退休基金，亞省可能會退出加拿大嘅退休基金，亞省自己唔會再同皇家騎警簽續約啦，係由省政府自己咧就係做警隊等等，呢一啲咧都係凸顯到咧。係戴斯敏某程度嘅想法，咁但係佢受支持度咧極高，因為對上一次嘅叫中期嘅 review 咧，佢係獲得黨內91.5%嘅提名。佢如此種種咁多嘅動作，究竟咧係咪反映緊咧佢哋黨裏邊要求佢所做嘅方向咧？而窗口依然咧就係向住咧就係聯邦政府。所以今次嘅大選裏邊咧，好幾個議題咧都係牽涉到嚟話 emissions cap 嗰個嘅法案啦，C69號法案啦。59號法案啦，呢啲都係屬於咧係好重要嘅。咁啊，而近期戴斯敏亦都去過魁省咧，就係叫做訪問，究竟咧響北方面啊，會唔會將來會有一種嘅能源嘅開發係能夠符合到咧就係亞省嘅經濟效益，而亦都要揾一個對頭嘅合作單位就係魁省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咁不過如此種種，我哋都會見到亞省當然嘅能源方面嘅爭取啦，都係今次聯邦大選嘅議題。好可惜，我哋姑勿論點都好啦，亞省只係得37個議席嘅啫，遠遠不及咧就係可以主導嘅魁省同埋安省。咁啊，所以大家都覺得咧係究竟投唔投票咧呢一種嘅政治冷感咧，都喺今次裏邊咧可以催化到噶。咁啊，亦都交俾咧呢個時間係俾多倫多方面分享一下佢哋嘅角度啦。係，唔該晒兩位啊。咁啊，多倫多方面咧，咁我係代表多倫多喺呢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梁健衡啦。咁講講其實喺安省方面咧，議題都幾廣泛嘅。咁啱啱提到啦，就可能係呢一個嘅亞省方面啦，省長戴斯敏佢嘅呢一個嘅舉動啦，又或者佢嘅方向咧，同安省啱啱係調轉嘅。因為始終即係你睇翻成個 team 入邊啦，咁啊，我哋嘅省長咧就係杜加福特咧，就成個 Team Canada 個 captain 咁樣啊，將自己營造到一個咁樣嘅角色啦。咁當然喺成個過程之中，例如我哋之前有省選啦，咁安省嘅態度咧，由原先就話唔供電啦，又或者個電費嗰度加一啲嘅 surcharge 落去，咁但係後尾都因應住美國又突然間特朗普又有其他嘅反制嘅措施等等，都會見到相對地係軟化咗嘅。咁同埋都見到啦，最近啦，美國亦都將個矛頭慢慢指咗去中國方面啦，又或者係歐洲方面其他嘅盟友。咁所以見到咧，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喺安省我哋究竟揀一個乜嘢嘅領導出嚟，去領導我哋成個加拿大去走向面對住美國呢一個新嘅一個關係咧？當時係一個主要嘅議題嚟嘅，大家都有討論緊，究竟邊一個領袖係適合嘅咧？咁但係因為最近其實美國同埋加拿大嗱，雖然冇改善到嚇，咁但係亦都會見到咧，暫時嗰個互相嘅問題係有多少降溫，咁所以又慢慢去咗其他嘅議題咧，又叫做係上翻嚟啦，咁啊其中我哋都見到啦，最近我哋特別喺華人嘅社區，如果大家有睇翻一啲嘅英文嘅媒體，都好多地講其中一個選區就係我哋嘅 Markham Unionville 呢一個可以講係多倫多啦，大多倫多地區啦，一個係近乎最多華人去聚居嘅一個地方。咁當中亦都係首先有一個嘅原先啦，依家嘅本身嘅我哋國會嘅議員啦，就係 Paul Cheng 佢嘅一啲嘅失言嘅行為啦，導致咗佢就唔再去競逐啦。咁之後亦都揾咗其他嘅候選人上嚟。咁所以見到喺呢方面咧，我哋華人今次喺主流媒體出現嘅頻率係高嘅，但係出現嘅頻率高唔代表係好事，因為都係一啲可能係失言嘅問題啊，又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同一啲外國干預有關嘅一啲咁嘅苗頭又好啦，指控都好啦，咁所以都會見到今次我哋華人喺關注嘅議題當中多咗少少嘅，多咗呢一方面，例如係究竟我哋華人嘅候選人嘅背景如何啊，政治光譜係喺邊邊啊，咁呢啲都係今次安省嘅華裔選民啦關注嘅其中一樣嘢。咁當然啦，你除咗話啱啱提到嘅，我哋多倫多方面都好關注住房上邊啦，因為始終都幾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依家見到啦，無論溫哥華好多倫多又好啦，我哋嘅 condo market 咧係出現一個幾大嘅下滑嘅，咁但係亦都會見到房屋亦都會出現短缺，即係一個幾矛盾嘅事情。咁但係其實無論邊個政黨都好，都話想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咁同埋究竟點樣去幫助安省，例如係安省嘅製造業啦，特別係喺關稅影響之下，我哋嘅省長都話我哋會損失55萬份嘅職位嘅，聽落個數字非常之令人震驚啦。咁但係個影響有幾大咧？影響咁大嘅情況之下，究竟邊個可以幫到呢
呢啲嘅省民咧。咁啊，之前就係我哋省選啦，而依家聯邦大選咧，亦都係喺唔同嘅 sector，例如係汽車啊、零件製造啊等等，都係嘗試去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去幫助。咁呢樣嘢都係安省比較關注嘅。嗯。面對住咧全國三地唔同一啲嘅議題啊，咁其實我哋咧都可以即係大家大選期間咧去點樣投票啊，或者關心啲咩議題咧？其實我哋喺稍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一個民調嘅公佈啊，咁樣咁啊睇下大家咧最關心嗰啲乜嘢嘅議題啊方面。咁面對住即係剛才我哋全國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嘅議題啦，咁啊我先講下我哋再即係深入講下一啲我哋卑詩省方面啦、溫哥華方面嘅一啲嘅情況啊。講到咧，譬如係我哋一啲嘅毒品嘅問題咧，都係真係非常之大嘅爭議啊！亦正咧，同即係亦都同亞省啦，同埋即係多倫多嘅聽眾都介紹下啦。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電台咧喺溫哥華電台咧，我哋位處於列治文市啦，就喺溫哥華以南嘅地方嘅。咁我哋咧其實電台嘅位置咧就係位於一個嘅阿巴甸嘅一個區域啦。咁其實我哋就係附近呢，就正係面臨住呢一個一個嘅支援房屋嘅一個爭議啊。咁有啲嘅市民咧就會覺得啊，會唔會係起呢啲支援嘅房屋嘅時候咧，就係即係要影響到附近啲嘅公共嘅一啲治安啊？因為有啲嘅譬如係癮君子啊等等咧，都會喺附近出現啊。咁咧就令到呢一區嘅安全咧係即係叫做係有增添咗一個嘅風險啊。咁另一方面咧，舊年嘅一個嘅農曆新年之前啦，其實亦都喺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外咧，亦都有一個嘅示威。咁咧就係講緊一個嘅，譬如係希望可以喺列治文醫院咧，就附近咧興建到一個嘅安全注射屋嘅一個情況，希望咧可以即係叫做係挽救生命啊，從一個減害嘅角度去出發啊咁樣。咁啊，但係呢一個嘅示威咧，亦都係好多，我諗主要係華裔啦，但係其實另外亦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社群嘅人士咧，都係去到示威去抗議呢一個嘅政策。當然咧，亦都有一啲嘅華裔咧支持呢個議案，大家咧嗰個嘅矛盾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咁樣。咁啊，面對住我剛才都提到咧一個叫做呢一個嘅毒品非刑事化嘅政策啦，我哋出年呢都係時候要去檢討，或者其實可能今年嘅時候咧都會開始一個檢討嘅工作。咁啊，面對住即係一個新嘅政府咧，到底佢哋嘅取態會係點樣呢？譬如係保守黨方面，當然係經常會打住一啲嘢禁毒嘅政策啦。譬如我哋都會喺我哋卑詩省義埠市或者係新西敏市咧，都有個公佈咧，就係希望可以去打擊一啲嘅罪犯啊，即係改善到一個毒品方面嘅政策嘅時候，到底係咪特登選擇喺呢個地方去公佈呢？大家又點睇呢？咁啊，當然交翻俾聽眾去決定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面對住我哋呢個嘅毒品嘅政策嘅時候。另一方面，其實卡尼都有講到啊，一啲嘅叫做係打擊幫派嘅罪行啊，防止一啲槍支啊、毒品啊流入本國啦。譬如我哋都記得啦，喺我哋即係杜魯多時代咧，喺國會下議院呢，都係就住呢一個尼賈爾被殺嘅案件呢，都係牽涉到一啲譬如係外國干預啊，或者啲槍支嘅暴力啦。譬如喺素里市方面呢，成日都好多呢啲槍支方面嘅。咁啊，自由黨都有相關一啲似乎係針對住幫派暴力嘅一啲嘅計劃啦、政策啊、政綱啊等等啦，能唔能夠即係滿足到我哋卑詩省民啦，或者係住喺溫哥華市大溫地區嘅一啲嘅居民呢？咁啊，仍然呢，即係有待呢嗰啲唔同嘅政黨咧去解答我哋方面嘅問題啦。咁啊，即係面對住一個嘅能源方面啊，咁啊，其實當然啦，我哋都譬如係碳稅方面啦，或者係一啲天然資源咧，當然亞省都好關注嘅。咁啊，喺交俾阿 Brian 之前都講下啦，其實我哋卑詩省呢，關於碳稅方面呢，都係有一個獨立嘅一個碳定價嘅。咁啊，同期全國咧有部分嘅省份係唔同嘅，我哋就唔係跟隨聯邦政府嘅。亦都正如咧，我哋舊年10月咧亦都舉行咗一個省選。喺呢個省選嘅時候咧，關稅咧係好突然咧成為咗一個應該話呢個嘅碳稅係好突然咧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啊。因為咧我哋嘅執政新民主黨嘅黨領啦，就係現任嘅省長 David Eby 尹大衛咧，就喺一場嘅記者會上咧係突然咧就去公佈話，若果聯邦政府去取消咗一個嘅碳稅嘅話咧，卑詩省係會跟隨取消嘅。但係對於一啲大型污染者嘅一個碳稅咧，就會繼續去實施啦，繼續咧係用一個污者自負嘅原則去處理。但係面對住即係呢一個嘅碳稅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咁係咪真係取消咗就係會對大家嘅生活負擔能力有所改善呢？咁我哋又睇下咯，因為喺3月尾卡尼上任之後冇耐咧，就話即刻取消呢一個嘅消費者嘅碳稅。卑詩省咧亦都隨即提出一個立法喺省議會係即刻好似係
係一日之內咧就已經係通過咗去廢除呢個消費者碳稅嘅。咁我哋又可以睇下油價咯，油價咧喺臨近呢一個取消4月1號取消呢個消費者碳稅嘅時候咧，我哋卑詩省呢邊呢個油價係升到180幾190幾啊，相信咧即係安省或者亞省咧都好少見到呢啲咁高企嘅數字啊。咁啊咁啱咧，就係嗰一排咧，我就正喺多倫多啦，咁所以我就見證多倫多嘅一個油價嘅一個嘅低位啊，減完碳稅之後132啊，翻到嚟我哋同一日咧，我就飛翻嚟去溫哥華咧，就係160幾170幾嘅咁。對於我哋嚟講咧，似乎嗰個嘅減幅咧就唔係話太大啦，個油價方面咁，但係即係所以咧，亦都聽到一啲市民都會講到話啊，其實呢個嘅碳稅減咗喺邊咧，或者係咪真係有用咧咁？咁因為咧，我哋講緊一個碳稅嘅制度咧，我哋必須聯邦政府取消咗，我哋先至能夠有啲嘅動作啊！咁所以即係面對住呢一個嘅譬如保守黨會提出話全面取消個碳稅嘅制度。如果真係取消咗呢個碳稅嘅制度，對我哋卑詩省嚟講係咪真係完全有利呢？咁呢個都係我哋省民會比較關心嘅。關於能源方面啊 ，Brian 會有啲補充呢？我諗喺碳稅方面咧，大家都好明白如果係減咗喺汽油價咧，其實又過咗幾日咧。Joshua， 我同你嘅見證咧都係好相似嘅。我哋突然間都落翻去，差唔多係疫情前後嘅水位啦。咁大家就會問幾個問題嘅。其實對於碳稅咧，喺亞省人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問點解即係由頭到尾點解需要碳稅？而博勵治一直喺國會裏邊嘅辯論都係話：請你交出呢一條數出嚟，如何亞省嘅人全國嘅國民點樣係真係攞得翻嘅退稅？而呢個退稅係可以遠超於呢一個加拿大所睇到嗰個嘅價值觀同埋最終嘅量化嗰個標準。咁呢一個喺相信喺過去12個月啊，大家如果係留意咧，就係下議院嘅辯論裏邊咧，博勵治都經常攞住拿捏住呢一點嘅。咁嗱，至於聯邦保守黨當然係同亞省嘅省保守黨係分開啦，雖然喺個價值觀或者光譜上邊係幾相似嘅，咁但係咧呢一個關係咧大家都冇辦法係一般普羅大眾係唔識分嘅，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呢一個嘅碳稅第一就係你收咗嘅錢擺咗去邊，咁係咪擺咗落個 general account 咧？而呢一個嘅 account 跟住點用啲錢？咁呢一個就係亞省人其實係好關注到嘅一個嘅問題，係若果汽油價咧係減咗嘅，當然咧就係即係所謂俗語講有着數啦，咁我哋可以揸車嘅時候亦都平啲啦。咁但係都清醒嘅亞省人會問，其實由頭到尾都唔應該加嘅，因為我哋亦都要喺個汽油稅裏邊咧，再要交多一部分係俾省嘅叫省汽油稅。咁喺呢幾層嘅叫做double dipping 嘅 tax 嘅制度裏邊咧，城市裏邊嘅人咧就會開始有一啲比較pushback 比較反對嘅聲音喺度啦。咁所以呢一個我相信無論如何，就算係叫做機構啦，即係企業嘅碳稅啦，同埋我哋個人嘅碳稅方面咧，呢一個都係大家即係想搞清楚究竟條數咧就係點樣計出嚟嘅。咁啊，另外一方面頭先講毒品啊，最近咧即係過去嗰10個月度啦，亞省政府係推出咗呢個叫導航中心，咁但係佢哋都會講一樣嘢嘅。首先點解會溫哥華人或者係多倫多嘅人都應該關注咧？其實 Alberta is calling 咧呢幾年咧，有好多安省同埋卑詩省嘅人咧就搬咗過嚟，佢哋都對於嗰個以前佢哋居住過嘅省啦，嗰個嘅步伐係點樣啦，都有一個好清晰同埋都好好奇嘅比較嘅。例如話以溫哥華東部嘅 East Hastings 嘅地方係出現呢個毒品問題或者係好嚴重喺個 perception， 大家行過都會擔驚受怕嗰個嘅情況啦。喺亞省嘅2個主要城市同埋市中心咧，愛民頓同埋卡加里咧，就係會出現咗呢啲露宿者啦，同埋咧就係其他叫癮君子嘅，咁又無獨有偶喎，佢哋往往選擇咧就係唐人街嘅喎，咁所以唐人街同呢一個亞省嘅叫做省政府嘅叫公共政策啦，同埋公共安全嘅ministry 啦，佢哋嘅廳長叫 Mike Ellis 咧，都經常有對話嘅，而且亦都有好多嘅反彈力，咁所以喺聯邦嘅層面裏邊嗰個 catch and release 嗰個想法咧，亦都係亞省人覺得係，如果你真係捉咗佢嘅，點解你咁快又放咗佢咧？究竟佢嘅緩刑喺邊咧？究竟我哋嘅同理心係應該點樣去計算咧？定係話你做錯事就做錯事啦？咁係應該會受到處分啦。咁所以會出現一個比較，就係 BC 省嘅 BC model，
嘅方法，同埋亞省嘅 model。亞省嘅係用翻傳統嘅方法，就係去戒毒中心，同埋去一個偏遠嘅地區，咁佢哋居住一段時間，完成咗療程之後咧，先至可以重返社區。而當然佢哋都有條件啦。咁如果係出現咧係再犯案嘅情況咧，呢啲都會受到應有嘅懲罰。所以喺毒品啦、公共安全層面啦、原油啦、能源啦、汽油啦，同埋頭先所講碳稅咧，我哋亞省人都有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咁啊，其實呢樣嘢同安省有少類似，因為始終亞省政府嘅政治光譜同安省比較接近啦嚇，咁啊反而同卑斯省係有啲遙遠嘅，反正喺天平嘅兩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就住啱啱所提到嘅例如治安嘅問題啊，呢一啲喺省方面咧，我哋經常都會聽到一啲嘅省議員就話：我哋無計可施啊，我哋冇嘢可以做啊，因為 Bail Reform 呢一件事咧係喺呢一個嘅聯邦政府嘅手上。咁所以喺今次嘅大選當中，首先我自己嘅選區啦，我就收到一啲嘅候選人佢哋嘅一啲嘅宣傳單張啦。咁當然我哋知道每一個政黨佢哋嘅 platform 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關注嘅一啲條例又好啊，又或者佢哋嘅路線都好啦。咁但係好明顯地，佢哋將佢哋嘅重點擺咗治安上邊。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華人聚居比較多嗰啲嘅地方。當然我哋都關心經濟啦，我哋都關心 cost of living 啦，即係我哋嘅生活成本係點樣樣。咁但係好多人依家打電話上嚟聽眾又好，又或者我哋平時茶餘飯後講都係，你依家唔敢唔鎖門，即係當然唔建議大家唔鎖門啦。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屋企嘅治安上面啊，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回復翻好嘅當年嘅情況咧？咁呢一個係好多安省嘅省民，特別係喺大多倫多地區啦。因為睇翻過往咧，大多倫多地區嘅呢個偷車嘅事件咧，係上升到國家安全級別嘅。咁所以喺咁多嘅呢個情況之下，好似啱啱提到啦，究竟係咪捉咗就放咧？因為好多個 case 都係捉咗翻嚟之後，甚至乎係重犯。呢啲嘅個案都會係出現咗，好快就會釋放翻啦，同埋亦都會見到一個年輕化嘅呢個跡象，因為本身對於一啲嘅犯罪嘅行為啊等等，會發現年輕人佢哋嘅犯罪嘅成本好低。當然唔係話年輕人會去犯法，而係好多成年人去利用呢一啲嘅漏洞去促使呢一啲嘅年輕人犯法。咁從呢一方面睇，好多個華人可能就會覺得，咁其實係咪本末倒置咗呢？一方面你係想俾一啲嘅更新嘅機會，呢啲嘅年輕人佢哋做錯咗事可以係去改過啦，或者有一個機會俾呢個社會重新接納啦。咁但係某一程度上，係咪亦都令到咗呢啲嘅年輕人個成本犯錯嘅成本好低，從而可以增加咗佢哋犯錯嘅呢一個嘅機會咧？咁所以呢個都係喺即係政治上面好難去講嘅。究竟你係傾左傾咧，右傾咧，點樣去睇呢件事情？咁所以都會喺我哋嘅華人社區，呢一個係一個幾多嘅一個討論啦。而喺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其實都會見到有一個嘅案件啦，就係重複犯嘅一個謀殺案。究竟依家聯邦自由黨嘅睇法同埋呢個保守黨方面嘅睇法，其實都截然不同嘅。咁呢個都係即係喺今次大選入邊，我相信支持唔同嘅價值觀嘅一種碰撞嚟嘅啦。剛才亦都提到好似譬如係即係即捕即放嘅一啲嘅問題咧，其實喺我哋應該係一個全國嘅問題嚟嘅，都係因為譬如我哋溫哥華方面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店鋪嘅盜竊嘅行為啦，甚至乎其實我哋之前喺一啲嘅節目上邊咧，都有啲嘉賓講到話佢哋有啲嘅賊人走入某間鋪頭，咁佢偷嘢嘅話咧，其實保安直頭開門唔俾佢走嘅，亦都唔會話叫做嘗試去阻止啦。咁亦都見到有啲嘅即係鋪頭啊嗰啲嘅店員去追出去啊等等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情況發生嘅，所以咧其實一直我哋卑斯省長尹大衛咧，其實都有講到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嘅保釋嘅改革，即係叫做係你嘅呢個疑犯係去說服個法官俾你去保釋，而唔係點解法庭唔俾你保釋啊等等，希望可以加強翻一個公共安全啦。除咗省級嘅方面咧，其實呢個當然係一個省選嘅問題啦。其實省嘅保守黨啦，卑斯省嘅保守黨啦，同聯邦嘅保守黨當然都係冇關係啦，但係佢哋喺省選嘅期間呢，都有提出過係咪係應該要改善一啲嘅即捕即放嘅一啲嘅問題咧？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嘅新一屆嘅大選啦，聯邦嘅政府裏邊呢，呢個嘅公安部啊都好需要咧喺呢一方面去落功夫，係咪真係應該去處理下呢個嘅問題咧？咁除咗省級之外咧，其實市都有嘅。咁譬如我哋溫哥華市嘅華裔嘅市長沈官健啦，亦都咧喺舊年嘅9月中咧，聯同多位我哋卑斯省各地嘅市長啊，或者係一啲嘅城鎮嘅一啲嘅領導人啦，咁就係喺我哋溫哥華方面咧係舉行咗個記者會嘅。呢啲嘅領袖啦。
啦，係包括咧有 Musqueam 第一民族嘅酋長 Wayne Sparrow、西溫市長 Mark Sager、北溫市長 Mike Little 啦、高桂林市長啊、高桂林港市長啊等等咧，甚至乎嚟自咧我哋卑詩省北部一啲內陸城市嘅市長咧，都係嚟到我哋溫哥華方面咧。希望可以咧，就係聯邦政府咧係資助一啲有嚴重精神問題嘅人士啦，或者係癖癮者嘅護理服務，針對釋返改革嗰個保釋嘅制度，並要求咧喺大溫地區嘅港口咧加強一啲嘅警務嘅行動，阻止一啲毒品嘅流入啊咁樣。咁因此咧，其實喺我哋呢一方面咧，我哋相信咧就係話，即係卑詩省啦，或者溫哥華呢一方面嘅一啲嘅選民咧，佢都係非常之着重於呢一個嘅保釋嘅改革啦，希望可以改善到目前嘅情況，亦都正如Brian剛才所講啦，譬如我哋溫哥華有個都好出名㗎，就係呢個喜事定東家啦 East Hastings 啦，亦都真係好似你咁講咧，就係喺好鄰近住我哋嘅華埠啦、唐人街嘅地方啦。咁啊呢個嘅治安嘅情況，希望都可以有改善。亦都正如係喺呢一個嘅疫情期間呢，華埠係好多次咧係被破壞啊等等。咁到而家咁啊，我哋溫哥華嘅市長沈觀健上場之後咧，佢大力去推動一啲嘅改革華埠一啲嘅工作啦。咁當然有佢一定嘅成效嘅。咁但係當然嗰個嘅成效係咪好咧？當然留翻俾公眾去判斷啦。咁但係始終就係話呢一啲嘅癮君子啦，呢一啲嘅暴力嘅犯罪啦，甚至乎令到即係我哋好多嘅商鋪嘅東主啦，佢哋要面對住一啲嘅即係店鋪嘅財物嘅損失啊等等咧，其實咧佢哋都似乎咧係相信咧就係一個改革一個保釋嘅制度啦，都係一個係非常之係即係重要嘅議題嘅。亦正如咧皇家騎警工會咧，亦都喺我哋卑詩省選前夕咧，就針對住一啲嘅積犯嘅暴力咧案件啦，譬如咧我哋喺省選前夕咧，就喺溫哥華市中心呢一個嘅地方咧，就係有一名嘅一個嘅持刀嘅男子咧，就係無故襲擊他人嘅，甚至乎咧係對方嘅傷勢咧非常之嚴重嘅，佢嘅手部係被斬斷啊等等咧，呢個係舊年9月嘅事件嚟嘅。咁當時咧皇家騎警工會咧亦都希望咧就係將一個公共安全同保釋改革咧作為一個我哋省選之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啦。咁因此咧就係若果問到我哋話即係溫哥華方面希唔希望改革一個保釋嘅制度啦，或者點樣完善呢個制度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呢，即係一個嘅新一屆嘅政府咧，不論邊一個政府上場都好咧，都係針對呢一方面呢，係有一啲嘅工作啦咁樣。咁我想講下即係嗰個骨牌效應點樣由即係聯邦嘅一啲決策而去到省同埋即係市政嗰個層面。咁其實好簡單，一個我哋住房其中一個嘅政策咧，就喺城市嗰度係推行嘅。咁但係個主因咧就係因為樓價高企啦，可負擔房屋不足啦。咁聯邦政府當然係推出嗰個叫 Accelerated Fund 一個叫快速住房嘅計劃啦，喺唔同嘅城市啦。但係亦都會有人係即係去歸咎就係點解咁多年係啱啱選舉之前先做呢？咁又係咪一個派糖嘅想法呢？咁但係始終係一個德政。咁但係如點樣去做嘅時候，而當最後嗰個嘅funding 個撥款嘅分配咧，係究竟係分幾多年做咧？同埋對於市政府嚟講，佢哋有啲咩想法咧？咁其中有一個嘅衍生出嚟嘅討論啦，喺市議會咧就係引起一個幾激烈嘅辯論㗎。呢一個就係叫 blanket rezoning。咁要喺溫哥華應該叫係 upzoning，係另外一種有少少唔同。我哋 blanket rezoning 就係將叫做更改土地用途，而係將以往係只係有指定嘅區份，你可以做infill， 可以由一間屋拆成兩間嗰類型嘅想法，演變成為 blanket。blanket 嘅意思即係咩咧？你無需要有條件，基本上所有嘅區域都可以。咁好多立竿見影出嚟個情況咧，就係話有啲喺角落頭嘅single house dwelling， 即係獨立屋，佢哋就會變成咧4個單位或者係8個單位，包括咗就係上層啦，同埋或者係 basement 啦。咁因為我哋亞省咧就有 basement 嘅房屋。咁喺呢一個嘅情況之後咧，就原本嘅概念喺市議會推出嘅時候咧，就係大受抨擊，同埋參與者咧係破晒歷嚟紀錄。呢一個係講緊卡加利市議會歷史上嘅紀錄，就係總共有3個禮拜馬拉松式嘅辯論，有超過700人登記喺議會面前咧就係發表意見，另外有5000份文件係遞交咗俾市議會。咁呢一個明顯有一個統計就係話，大約有70%嘅人係反對呢一種嘅
叫做土地嘅更改土地用途嘅附例，咁但係最終咧市議會咧就係投票咧就係通過有關嘅附例，連修正案咧都遭到否決。咁當時即係市嘅市民，尤其是卡城咧，係都幾憤怒嘅。佢哋會話你哋下一屆嘅市議會咧，相信會面目全非，因為我哋會憑我哋嘅一票咧，就係將你哋咧就係有支持過嘅人咧，就係通通咁樣去更換。咁佢哋提出嘅意見咧都幾實際，就係話係我哋明白有住房嘅問題。當然呢個聯邦政府係有責任，所以成為聯邦嘅議題啦。但係第二就係話我哋批核呢一個嘅住房嘅許可證、建築許可證嘅時候咧，遠遠咧就係落後咗木材啦、或者係鋼鐵啦，或者係人力啦嗰個嘅配套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卡加里過去2年咧供過於求，就變成咧就係求過於供，所以咧就好快將呢個樓房嘅價格咧就係上升，大約咧就係35%至到40%。即係以往我哋住咗 Calgary 咁耐咧，冇諗過一間房屋會去到當年溫哥華嘅水平。而家普通嘅我哋以前喺新聞會講嘅就係大約係40萬。35至40萬咧就係平均屋價，但係過去呢1-2年啦，我哋講緊70萬係平均屋價。咁所以見到市民嘅反對咧，將會凸顯咗喺聯邦今次大選裏邊咧，對於住房嘅嗰個嘅政策會係點？第二就係關於個移民政策，究竟係一出一入，好似博勵治咁講，先有入，然後先至會起啊，定係起好咗配套先至會有新嘅移民加入咧？咁呢一個都係其中亞省嘅省民咧，都係幾關心。咁所以呢一個喺聯邦嘅層面嘅政策嘅失衡嘅情況之下，引申去到住房問題啦，我哋會出現過歷嚟最嚴重嘅爆水管問題啦，我哋出現咗電力供應不足啦，呢一個當然亞省有突然間咁多人搬咗入嚟嘅時候，我哋個 grid， 我哋個電力究竟可唔可以承擔咧？咁亦都有AI 啦，亦都有極寒嘅天氣啦，零下40度，亦都試過發生。咁所以呢一個我哋睇到其實亞省仲可唔可以繼續支撐到超過450萬嘅人口咧？今次喺移民政策、房屋政策、移民呢一個搬遷嘅政策裏邊咧，都會係亞省人關注嘅聯邦議題嘅。咁至於安省方面咧，其實我哋反而有一樣嘢咧，好想同兩位去傾一傾嘅。咁就係我哋喺度講緊經濟發展嘅時候，因為當美國對我哋徵收關稅，即係我哋嘅需求上面有機會會減少啦。咁所以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我哋講咗話省同省之間嘅呢個貿易壁壘，咁呢個其實都係好多年之內發生嘅事情。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我哋喺東部其實都好需要油嘅，而我哋啲油其實更加多係嚟自可能係中東啊，甚至乎可能歐洲方面啊。點解我哋咁近我哋嘅自己嘅兄弟嘅省份有油，而我哋係唔去直接去問亞省攞呢？當然我哋知道個問題就係我哋冇一個跨省，又或者係好似鐵路一樣由東至西嘅一個喺油管上面嘅連結啦。咁好多呢啲嘅保護嘅機制係導致咗其實某程度上啦，我唔知兩位同唔同意啦，加西可能同美西嘅關係親過同加東嘅關係。咁呢個我哋點樣去調整翻呢一個嘅省與省之間嘅關係？而今次呢個都係聯邦政府需要去解決，而佢哋咁多年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嚟嘅。係，我想講一講即係嗰個比例代表制嘅問題咧，杜魯多曾經有提過。咁當然比例代表制喺O'Toole 啊同埋Scheer 咧兩屆咧，其實聯邦嘅保守黨咧係攞咗 popularity vote， 即係佢哋嘅認受性係比較高。咁所以比例代表制當然好複雜啦，有好多好處，同時都有不少嘅壞處喺當中啦。咁所以呢一個如果話政客只係關注灰省同埋安省方面攞夠票啦，然後立到呢個聯邦大選裏邊嘅主要嘅執政黨嘅時候咧，就好似係忽視咗。咁當然喺個油管亦都有灰省咧，就係阻撓過啦嚇。咁所以即係最近戴思文去灰省，我哋都有好多人即刻會猜測點解佢哋可以 friend 到嘅咧？咁究竟大家有一個共同嘅價值，大家可以分享喺將來。咁相信比較明顯嘅就係若果有啲分析就係話，若果係呢一個自由黨可能會唾棄咗美國作為呢個貿易嘅主要嘅夥伴啦，而尋求咗歐盟啊或者係歐洲國家方面啦。咁見到我哋亞省加西會唔會繼續尋求就係泛太平洋嗰方面咧，繼續同一個印度、中國、南韓、日本等等咧，就係建立一個喺輸出能源方面係爭取翻一啲收入，而唔需要賤價賣油俾美國咧。咁呢一個都有好大嘅考量。咁當然最理想嘅就係東同埋西咧，即係貫通啦，
係有輸油係去到安省或同埋魁省，然後再連油去出口啦。咁呢一個都亞省人就一定係成日講噶啦，日日都講呢一件事情噶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從溫哥華嘅角度啦，或者卑斯省嘅角度嚟睇咧，咁啊似乎我哋就先唔好講到話去到石油啊，或者係一啲天然氣嘅資源啊，我哋先講下譬如係紅酒啦。我哋卑斯省同亞省之間嘅紅酒咧，其實係即係叫做係有一排咧係唔能夠咧係直接將卑斯省嘅酒咧係引入去亞省嘅，呢個都唔牽涉到任何一啲嘅基建啊，只係將一啲嘅貨運往去亞省啦。我哋都係好相連啊嘅一個地方啦，但係都出現咗一個嘅情況啊，譬如咧我哋記得喺舊年嘅月咧，亞省嘅博彩酒類同大麻局咧就宣布咧，就係亞省嘅店鋪唔再庫存嚟自卑斯省嘅紅酒。話我哋卑斯省嘅酒商咧係迴避亞省嘅法例，直接向亞省省民出售啲產品啊。咁雙方之後咧就就住一啲跨省嘅紅酒銷售咧陷入僵局。當然啦，喺一個嘅全國嘅省長會議之後咧，就係我哋卑斯省長尹大偉咧同亞省省長戴斯文咧達成咗啲嘅共識啦，就其實由今年開始咧都可以有翻啲嘅紅酒嘅直接銷售啊咁。咁啊面對住即係呢一個嘅紅酒都可以有一啲咁大嘅爭議嘅時候，如果牽涉到一啲天然資源啦，或者要再開通一啲嘅管道啊，或者係會唔會係我哋之間一啲嘅貨運物流啊，其他嘅嘢話咧，其實咧都似乎係存在一啲嘅問題啊。譬如之前咧喺朝早嘅節目咧都有同江大衛有傾過啦，就佢都講到話，譬如係安省去魁省咁，你拎支酒過去咧，可能都已經係觸犯咗一啲嘅法例啦咁樣，咁變咗就係其實好多嘢細微嘅事情嘅時候，我哋都未必可以能夠去取得嘅共識嘅時候，若果要講到一啲嘅能源資源啊，或者係要兩地嘅政府，譬如卑斯省同亞省去成立一啲嘅關係，去點樣可以去解決到雙方之間一啲貿易啊，或者係啲嘅天然資源嘅運輸啊等等啦，相信咧都係有一個嘅困難喺度啊。都正如咧，即係我哋卑斯省長尹大衛咧，佢喺講到我哋卑斯省嘅軟木材嘅時候咧，佢都有呼籲就係聯邦嘅政黨啊，唔好淨係將佢哋嘅眼睛放喺東岸，例如係一啲嘅魁省啦，或者係安省嘅情況。其實咧，佢哋應該咧係同時關注翻我哋西岸呢一邊嘅情況啊。咁，因為我哋都面臨住一啲好獨特嘅一啲受住一啲關稅挑戰嘅一啲影響啊。咁相信咧，即係若果即係同一個情況咧，引用喺剛才你哋所提到咧，就係永遠好似淨係着重喺東岸數夠票啦，咁佢哋就唔顧西岸方面咧，似乎會唔會就係喺不論淨係喺軟木材方面咧，定其實喺宏觀喺任何政策方面咧，其實都需要平衡翻我哋溫哥華啦、卑斯省啦，或者係我哋嘅整體嚟講話叫做西岸地區嘅一啲嘅聲音咧，似乎咧都係今屆嘅省選啦，或呢個嘅聯邦大選裏邊咧，大家都會比較着眼一個事件咯。咁啊係啦，聽到西岸方面一啲不滿嘅聲音，咁啊即係東岸係有少少既得利益者啦嚇，因為始終無論安省又好或者係魁省都好，你睇翻幾個主要嘅黨領佢哋去拉票嘅時間，其實都會知道佢傾注嘅時間比較多喺啲乜嘢嘅地方嘅。咁但係從另外一方面去睇啦，嗱過往我哋講緊魁省會有魁人黨去代表佢哋，然之後去爭取佢哋嘅獨立，呢個亦都係魁人黨成立嘅目的啦。咁但係其實喺今屆嘅呢個大選期間，我哋都聽到亞省對於獨立呢一個議題其實都唔係講下嘅，都有一種咧就可能大家都覺得啊，係咪真係如果即係戴斯文都講過啦，如果真係呢個聯邦自由黨上台嘅話咧，亞省係應該要認真去考慮係咪脫離加拿大。咁其實我都好想知道究竟亞省點睇呢件事，因為就咁從例如係我哋對美國關稅嘅時候，我哋明白如果將加拿大嘅其他省份嘅利益捆綁埋亞省嘅話，其實對於亞省嘅經濟係一種好致命嘅打擊嚟㗎。咁所以亞省嘅步調同其他省份唔一致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作為一個國家入邊，究竟亞省嘅省民又點睇以加拿大人呢個身份同埋美國方面嘅關係嘅咧？最近有一啲民調都問過咧，即係對於加拿大同埋美國嗰個嘅認可咧，話叫51個州，未必係整個加拿大嘅，可能第51個州淨係亞省都唔定。咁有啲嘅反應咧，其實係偏向咧係有一個脫離嘅感覺。咁當然啦，有一啲嘅所謂嘅民調咧，未必喺科學上面係可以認可，即係個誤差率啊，或者係網上民調啦，佢嘅認受性未必好高。咁但係似乎都可能背後有一股嘅力量咧，就係話我哋都要做一啲講法出嚟，令到大家表態，去知道咧究竟省政府或者係省民嗰個嘅意向。嗱，佢一講到嘅聯邦大選裏邊咧，
跟住後續就係聯邦大選之後咧，係有一個叫 post-election panel 同埋一個 post-election 叫做係 referendum。咁呢一個當然唔係正式嘅叫 referendum 啦，呢個全民公投啦。咁但係相信都係以網上嘅形式去調查，究竟亞省省民滿唔滿意聯邦大選之後嘅結果？咁啊對下一步叫做歸還翻俾省民去做一個嘅意向咧咁。第一件事就係好多學術嘅人士就係認為呢一種嘅調查未必係有認受性，但係佢係一種嘅政治表態。而第二個就係話講翻頭先，省長戴斯敏咧，佢有91.5%喺省裏邊內閣嘅支持度。佢未來2年2027年下一屆嘅省選嘅時候，佢嘅工作或者叫業績或者係政績，其實就係傾向翻去回應翻91.5%嘅內閣同埋嗰個嘅省裏邊嗰個嘅黨員佢哋嘅方向嘅。咁呢個係咪可以代表晒所有人咧？絕對唔可以，因為戴斯敏佢喺呢一個嘅省選咧，只係僅係叫過關嘅啫。咁連前省長肯尼咧51%嘅支持度咧，都係黯然要落台嘅情況之下咧，究竟下一次嘅省選戴斯敏可唔可以繼續用呢一個方法咧？好啦，主權法 Sovereignty Act 係戴斯敏第一次上台嘅第1號法案，咁亦都意味住佢個立場咧就好堅定。唔好忘記咧，呢戴斯敏佢自己係嚟自一個叫野玫瑰黨，野玫瑰黨喺個政治嘅光譜係叫右翼嘅極右嘅政黨嚟嘅。就算我哋有聯合保守黨之後咧，喺中間偏右嘅方向咧都係比較偏右嘅而家。咁所以喺個嘅睇法方面，我覺得睇到好多即係綜合咗佢哋想有自己嘅警力啦，有自己嘅亞省嘅退休基金啦。戴斯敏咧，佢係用一個即係釜底抽薪嘅方法，希望係保住到呢一個能源嘅方面。而卡尼咧對上一次嚟到亞省咧，就先後同咗戴斯敏同埋主要反對黨嘅黨魁南斯 Naheed Nenshi 咧就係有對話嘅。Nenshi 咧就係屬於咧就係新民主黨省新民主黨，佢幾滿意卡尼喎，因為可能喺光譜大家理念都幾相近啦。咁但係戴斯敏咧喺佢完結咗呢個對話之後咧，就喺佢社交媒體咧就係公佈咗9點嘅事項，要敦促就係咧聯邦政府咧就要盡快做。其中一個咧就係 C69 號法案啊。C69 號法案卡尼咧就喺4月1號嘅時候咧就喺個選舉競選嘅活動裏邊咧就係講到明 C69 號法案係唔會 repeal 嘅，係唔會再睇翻嘅。咁其實已經係抽擊咗一下，俾翻亞省政府知道聯邦政府嘅睇法啦。亦都會醖釀到好似你頭先Lawrence 所講咧，就係話會唔會係有更加多嘅省民對於即係呢個嘅民粹方面咧會更加激烈咧咁樣？究竟佢哋選擇係下一步係嚴重嘅下一步啊，逗留喺度然後選擇第二個伙伴啦，定係話索性要搬走離開亞省咧？咁又搬去邊咧？咁呢一個暫時嚟講個民意咧，可能會喺聯邦大選之後咧會睇到一個更加清晰嘅一面嘅。咁啊，即係你面對住咧，我哋今次嘅聯邦大選啦，有好多唔同嘅重要議題，不論咧係講緊我哋卑詩省嘅一啲嘅關注嘅毒品政策啦，亞省關注一啲嘅能源嘅方面嘅政策啦，或者係一個嘅主權問題方面嘅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去到東岸啦，其實見到譬如安省省長杜格福特咧，都係一個 Team Canada 一個領導人啦。咁佢今次會唔會喺即係安省方面咧，叫做係稍為左右咗個大局啊？雖然佢係一個省嘅官員啊，但係即係會唔會喺安省方面咧，會有一啲嘅言論啊，或者係相關啲嘅支持嘅情況咧，係會可以左右到大局咧？我哋都要即係拭目以待啦。咁真係好，今日咧好多謝兩位嘅拍檔啦，包括有嚟自卡加利嘅黃偉松啦，以及係嚟自多倫多嘅梁健衡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咁大家咧4月28號嘅大選啦，咁即係可以係踴躍去投票啦，亦都可以選擇咧喺一啲提前投票咧喺裏邊咧係投票。若果咧你係記得係選擇咧係呢一個嘅郵寄投票嘅話咧，都記得向選舉局咧申請翻嗰個嘅郵遞選票，並且咧準時咧將你嘅選票送翻去選舉局啦。今日同咧兩位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